怎么，这房间的主人是他？啊！你在打保尔萨克，真残忍！这位客人肯定是个贵客啊！你们猜对了，是位难得的贵客，在阿曼屋里呢，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可以进来吗，尊贵的客人？请进来吧。原来是个女的。哎呀，大白天怎么把姑娘看成小伙子了？都怪我不好，是我穿了我父亲的衣服。我叫莱莉，他叫……我叫安妮娃，别人叫我大司令，专管别人不管的事儿。啊，请进来坐吧。真主啊，你的这双眼睛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女哈伊尼。我们交个朋友吧。你叫什么？也叫哈伊尼，真不应该。不应该叫哈伊尼。你的身材长得真不错，就是高了一点儿。这件衣服太雅致了。你的辫子梳的也……哎，女孩子说话总是那么不着边际。莱莉，你忘了我们的任务了？哦，对了，我们是来给阿曼送青盟联欢会请柬的。拿来。就剩明天一天了，我还要去借乐器，组织跳舞的乐队。我做主，请哈伊尼也来参加我们的青盟联欢会，一定来啊！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哈伊尼，你看，这就是阿曼。这个嘛，是他的邻居斯坎德尔，他对我可关心了。可他长得不像维吾尔人。正因为他不是维吾尔人，所以我妈妈才一直反对我们的婚事呢。阿曼，阿曼来了。哎，好。台长同志，你怎么才来？回家了吗？晚会结束，我就回去。啊，这么说，你家来的客人你还没见过呢？哦，你看。怎么，你们不认识？哎，这就是阿曼，这就是你家的客人，就住在你家里，再也不走了。我家的客人？太荣幸了。我跟你早就见过面了，不过当时我真不知道你是我家的客人，而且再也不走了。妖魔山迷路的小伙子现在变成美丽的女神，告诉我，为什么打扮成男孩，还是一个不说话的哑巴？我知道，因为你长得太美了。请坐。你在我妈妈身边过得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给阿姨和哥哥添麻烦了。哪里的话呀！像你这样的妹妹，真主就是赐给我10个8个，我也不会跟。哎，瞧你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哦，对，我是说，我还不知道妹妹名字叫什么。我叫哈伊尼。哈伊尼。名字跟人一样美。这样吧，我来请你跳舞。哦，我不会，请跳吧。哎，不要紧，我来教你。来呀，蹦梆梆蹦梆梆。你们好啊！
啊，大家正在热闹，跳得真起劲儿啊！请过来坐吧。斯堪德尔连长，你好，你刚从前线回来，给我们讲讲前线的形势好吗？大家刚刚开始跳舞，不怕我的话打断了你们的兴致？不会的，过来坐吧，请坐吧。啊，坐吧。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斯堪德尔，现在是我们的连长。他在战场上是好样的。3区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，宣布了11条和平条款，并组成了新疆省联合政府。但是，国民党反动派毫无诚意，他们派遣特务制造阴谋，挑起事端，肆意破坏11条和平条款的执行。他们还挑唆和收买我们队伍中的败类，分裂革命队伍，抢夺人民的生命财产。更无耻的是，他们还用极其毒辣的手段杀害我革命战士。